你看老板花12000雇的高级电工，他是怎么接线的？他从来不直接往上缠绕，他怎么做呢？你看他把这个分线拨开20公分，拨得越长越好。他把这个线皮子分成3回拨，因为一次拨不掉，所以你看他这样拨开以后，他从这个根部1公分的地方这样给它回折一下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，然后把它放在主线的后边，然后再把这个线头穿过这个线圈，你看了吗？这样把它拉紧，用钳子拉紧它，这样等于说在上面给它打了一个扣。这样接好的线不管怎么拽怎么拉，它都不会开，它更不会有虚接。你看它这样一圈挨一圈的把这个分线缠绕在主线上，这个接线方法就是与众不同，和我们不一样，难怪它的工资这么高。所以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方法，你的工资一样会提高。好了，再见。